随着现代人生活紧张无闲，饮食习惯甲环境的改变，互心血管等疾病愈来愈普遍。为了提升医生伫临床顶面的影像判断，不管提升效率、精准度，或者是大大降低辐射量，基美医学中心开卖上亿，率先南台湾引进1152侧面的电脑断层，伫3院区同步升级，希望造福更较侪民众。目前在市场上是最顶级的。那它因为这个速度很快，所以这个辐射剂量也可以降得很低。譬如我们做一个低剂量的肺部扫描的话呢，大概是只有0.1个这个毫西弗算起来大概就是5张的 X 光的量了。所以这个速度相当快，辐射量可以降得很低。那这个对这个肺癌的筛检，或者是冠状动脉的筛检呢，都是一个相当好的仪器可以降低这个病人的这个辐射。那因为速度快呢，这个心跳也不用控制得太慢，就可以直接做。所以这个是在诊断上现在是最顶级的。所以它最适合用在所谓心脏的影像的检查，不过它用在其他的部位的造影也是非常合适的基本上它是一个全身型的心脏全身型的电脑断层摄影。那心脏是最困难检查的部分，那这一台就有它充分的优点。所以我们不仅可以降低辐射剂量，也可以降低显影剂使用的剂量。那大家知道显影剂有时候是有可能会伤害病人的肾脏，也有过敏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降低这些使用的话，对病人的检查的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所以在南部地区这个是唯一的一部设备。科技不断进步，检查仪器伫影像判断的效率甲准度嘛愈来愈提升。病院无少动资，特别对着民众早期细感的筛检是真大福音。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